歡迎大家嚟到龍占卜嘅首條 YouTube 片啦。咁首先題目喺度嘅，如何在2026年馬年更有效吸引正桃花？咁我手頭目前呢啲牌仔呢，呢啲牌仔就係盧恩符文啦。咁呢，每一個盧恩符文佢都代表住唔同嘅意思嘅。咁呢方面我唔喺度長究啦，我唔喺度詳細去講啦，因為網上一定會有更加多嘅資料嘅，關於盧恩符文嘅資料一定係有更加多嘅。咁咧，盧恩符文係其中一個占卜嘅方法啦。咁佢同韋特啊、女巫啊，甚至係其他更加普遍嘅占卜方法都係一樣嘅，都係可以幫人哋去準確地預知未來啦，去好有準程度咁去話畀人知未來究竟會發生啲咩事啦，同埋可以更加有效地去預防嗰啲嘅災難啦，即係難聽咁講災難啦，好聽啲嘅就係去迎接更加好嘅未來啦。咁好，事不宜遲，而家就開始幫大家睇下2026年嘅馬年如何有效更加吸引正桃花啦。好，而家嚟啦。喺開始之前呢，就希望大家可以合埋雙眼去揀 A、B、C、D。點解呢？因為我陣間會揀 A、B、C、D 出嚟嘅。咁當然啦，喺呢條片我都會做少少嘅特效啦，好少嘅啫。咁咧就係呢4張牌啦。我而家都寫翻低嗰個選項先 A、B、C 同埋 D 嘅。咁咧，麻煩大家靜心10秒去選喺你心目中最適合嘅一個牌啦。開始。好，咁首先揀咗 A 啦。揀 A 嘅牌咧嘅朋友仔，佢嚟年馬年咧，佢本身其實係有少少嘅正桃花嘅，但係問題係有機會係要去同對方有機會係好長距離嘅溝通啊，即係所謂嘅 long D 啊。咁何謂長距離嘅 long D 咧？即係類似佢可能佢嘅對象係喺香港，但係佢自己就有機會喺台灣啊，一啲比較長嘅距離係可以聯絡到嘅，不過就唔能夠係好正常咁樣去見面咯。即係初時見面係會有嘅，但係跟住就難啲見面啦。咁係咯，呢個就係 A 嘅解法啦。到 B 啦，如何有效地吸引正桃花？我會見到其實揀 B 嘅朋友仔，佢其實佢係一直都做緊一樣嘢，就係想令到自己更加吸引啦。但係問題係無奈嘅就係佢嘅對象，即係佢唔知嘅對象咧，就一直都係無動於衷咯。即係有少少類似係藥石亂投啊。咩意思咧？就係話我當而家我中意 A 君，即係我就不斷向佢獻媚啦。但係問題 A 君其實係唔知我中意佢咯。咁我會見到嘅就係有少少類似苦戀啊。但係問題，對方係完全唔知係中意佢噶嘛，咁所以就係咯，有少少難搞嘅。到 C 啦，
C 我會見到，如果你係揀咗呢一個牌嘅朋友仔咧，祝你好運。此為何解咧？就係話其實你哋而家嘅感情都已經算係 OK 穩定，甚至係幾好噶啦。咁可以再有下一步嘅關係，即係譬如可以試下好聽啲嘅就係結婚啦，唔好聽啲嘅就係可以有更加親密嘅接觸咯。咁呢方面我唔長講啦。咁始終係咯，即係去到最後 dot 啦，dot 嘅牌 dot 揀 dot 牌嘅朋友仔咧就唔好意思啦，今年真係暫時未係你可以出到鋪揾有正桃花嘅機會嘅一年啦，暫時未有嘅。咁此話何解咧？就因為我會見到你暫時都係對住自己嘅工作或者係事業作物嘅就係學業啦，係比較着重啊，即係你暫時都淨係會覺得你以你自己嘅嗰個目標行先，其他就暫時唔會理，即係等於而家我當你係揸緊車咁喺高速公路嘅咁，就算而家有人係向你招手，你都唔會理佢噶，因為你而家係踩緊高速公路啊嘛，你係即係直線狂奔啊嘛。咁呢個情況之下，你唔會突然之間話想剎車嘅，除非前面有車禍或者係有啲突發嘅事件，否則你係唔會突然之間剎車嘅。咁呢一度咧就係今年2026年馬年嘅一個愛情嘅節目啦。咁希望大家都鍾意啦，係咁先，下次見啊！仲有記得留意龍占卜嘅 account，因為我一陣間都會係喺上面整翻嗰個 IG account 嘅。好，到時見啦，拜拜。